品嚐呢個沖繩料理之外，呢度仲有現場音樂表演，一邊唱住傳統嘅民謠。放假啦，打工仔嚟到沖繩，歡迎訂閱呢個頻道，有你支持好重要啊！我哋第一次嚟到沖繩，因為我哋唔識揸車，就總係將沖繩呢笪地方放喺我哋嘅旅行清單嘅最後。不過今次我哋終於嚟到沖繩啦，展開3日2夜嘅快閃之旅，計劃以最便利同埋非自駕嘅方式，遊覽多個經典熱門嘅景點。抵達那霸機場之後，我哋就用呢一張沖繩單軌電車1日券。我哋預先喺旅遊網站買咗㗎喇，喺手機線上使用嘅。需要注意嘅係，佢入閘機掃 QR code 同埋 IC 卡嘅位置咧非常之近，所以入閘嘅時候最好刪咗手機上面嘅 IC 卡設定，否則你入閘嘅時候佢就會掃咗 IC 卡而唔係 QR code，你就有機會要俾多單程車費。我哋搭單軌電車嚟到縣政府前站，行大概6分鐘抵達酒店。OMO5 沖繩那霸係由星野集團營運嘅，喺2021年5月正式開業，行過去國際通都好方便嘅，特別適合首次嚟到沖繩嘅旅客。因為佢有提供旅遊資訊嘅服務，同埋佢可以預約街 tour， 推薦當地嘅美食同埋景點。酒店嘅設計風格都融合咗當地嘅文化同埋現代嘅元素，設施非常之完善，包括有自助式嘅行李寄存服務。喺大堂亦都可以享用香片茶同埋黑糖。喺沖繩，香片茶比起綠茶更容易買得到，咁係因為沖繩喺琉球王國時期曾經係中國明清兩朝嘅藩屬國，所以飲茶文化方面都比較相似。時間尚早，未有得 check in， 就先放低行李食個晏，再用呢一個沖繩單軌電車1日券去參觀正在重建中嘅首里城。首里城係最能夠代表沖繩歷史同埋文化嘅建築物，亦都見證住琉球王國嘅歷史。首里城係當年琉球王國嘅皇宮所在地。2019年大火燒毀首里城嘅新聞報導，至今仍然記憶猶新。其實呢一次已經係第5次毀壞嘅。真係佢哋要收集翻好多相片咧，去到懷官方預計2026年完成重建，喺2026年之前仍然都係對外開放嘅，遊客可以參觀首里城重建嘅過程。參觀完首里城，我哋返酒店，採用自助式 check in。一入嚟就見洗手盆喺右邊，旁邊
邊擺咗冷熱水壺，上層就擺放咗朗口杯同埋麵巾，係企乾嘅浴室。門口玄關嘅位置淨係提供咗2個衣架，唔係好夠用。經過玄關之後係要除鞋先可以入去嘅。2張比較窄身嘅單人床，窗邊一張好長嘅梳化。房間喺13樓，景觀開揚，望向市景。夜晚我哋就行到去國際通，去咗一間極具沖繩特色嘅居酒屋。海產嘅嘢本身一入口咧就粒粒突突啦，但係冇味嘅。但係你咬爆咗呢啲一粒粒之後咧，就會好似啲金子咧爆下咁樣。但係佢係一串咯，但係鹹鹹地嘅喎。啱啱刺身嚟，佢都有海葡萄。沖繩嘅炒苦瓜，嗌咗個炒飯。品嚐呢個沖繩料理之外，呢度仲有現場音樂表演，一邊唱住傳統嘅民謠。第二日一朝早就由酒店行去玄廳前站集合。我哋參加咗沖繩中北部嘅1日團，包晒所有景點嘅入場費，但係就唔包餐飲。由大型嘅旅遊巴接載，一團大概30幾人啦。沖繩地方看似唔大，但係由那霸市區向北行駛，路程同埋時間都唔短嘅。經過個半小時嘅車程，我哋抵達第一個景點萬座毛。萬座毛位於沖繩本島中部嘅著名度假區恩納村裏面，以20公尺高嘅峭壁同埋好似象鼻咁樣嘅岩石而聞名嘅，係沖繩嘅熱門景點。我哋短暫停留喺度影下相之後，上返車。搭咗50分鐘，嚟到今次 tour 嘅第2個景點古宇利島。要穿過長達1960米嘅大橋先至嚟到古宇利島。導遊指經過大橋嘅時候，橋兩邊有可能會見到海龜㗎，不過可惜我哋就冇咁嘅緣分。但係都見到橋兩邊海嘅顏色非常之靚。古宇利島出名，佢嘅白沙灘同埋清澈嘅海水而聞名。好幼細，好幼滑咯，但係又唔算話好白咯。但係呢，喺個沙灘上面望返個海呢，嗰個顏色又〜海嘅藍色呢，層次非常分明，閃閃發光。原來藍色都可以有咁多變化㗎，非常迷人嘅景色。之後我哋就嚟到今個 tour 重點嘅行程，參觀沖繩美麗海水族館。團費已經包咗價值每人2180 yen 嘅入場費，自由活動時間4個鐘。沖繩美麗海水族館係喺2002年開幕嘅，至今仍然係亞洲最大嘅水族館，一共有4層同埋一個戶外嘅表演區域。最出名嘅咧係位於2樓黑潮之海展區裏面嘅鯨鯊，佢係館內嘅巨星啊！嚟到沖繩一定要嚟睇佢。
哋選擇咗喺水族館4樓嘅自助餐廳，每位2200 yen， 收費經濟實惠。提供多款嘅沖繩料理，食物嘅質素都唔錯。窗邊嘅位置仲可以睇到海豚表演啊，唔使同人逼。再參觀埋其他展區，欣賞呢個豐富嘅海洋生物。4個鐘嘅活動時間就結束啦，過得非常之充實。回程當中，我哋可以選擇喺美國村落車，咁就自製多一個景點啦。佈置非常之有特色，好適合打卡影相。但我就覺得唔需要特登搭車嚟咯，順路嚟就 OK 嘅。咁點樣由美國村返去那霸呢？唔使擔心，有巴士嘅。咁但係個巴士站喺邊度呢？離開美國村唔難見到地標 AEON， 穿過停車場之後，向住大馬路方向一直前行，會見到有個巴士站，但係呢個巴士站唔係向那霸嗰邊嘅，千祈唔好企錯巴士站。我哋需要喺大馬路轉右，直至望到 Starbucks 嘅方向，咁就啱啦。再過對面馬路向那霸方向嘅巴士站呢，就係喺呢度啦。好多架嘅巴士都可以去到那霸嗰邊嘅，可以睇返 Google Map， 自己留意返班次。團費每人316蚊，水族館入場費節約港幣82蚊，慢座冇入場就5個半，咁減返條數，淨車費就要190蚊，感覺好似旅遊公司嘅利潤都幾高下喎。咁但係對我呢啲非自駕人士，一日可以去成4個景點，而且可以有10分充足嘅時間去遊覽呢個水族館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因為有好多其他嘅團呢，佢只係喺水族館逗留3個鐘，而唔係4個鐘。咁你連埋食晏嘅時間，你只能夠走馬看花式去遊覽水族館。好似我第一次嚟，又想睇多幾個景點嘅，參加呢個1日團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第2日朝頭早，我哋就搭早機返香港，結束呢一個3日2夜嘅行程。今集內容到呢度，鍾意本集內容俾個 like， 訂閱呢個 channel， 歡迎留言討論。下集再開展新嘅旅程。多謝收看，拜拜。